不是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我做的。哼，你做的？啊？我早就察觉苏子英有心害你，于是让白吉暗中盯着她。果不其然，他想用城隍图栽赃你，我就命白吉暗中替换了城隍图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护着你的。裴恒做不到的事，我能做到。我看裴恒以后还有什么脸面站在你面前？你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啊？啊？你就是这么护着我的？你看裴恒不顺眼就算了，你还羞辱他，羞辱我，你还这样做？芊芊，你干嘛？啊？他说你是不是嫌你头顶不够绿啊？不是。白姐，这爹，这怎么是小人呢？芊芊，这图跟我没关系啊，全是白姐。这推脱的可真快，刚刚还口口声声亲口承认了想让裴恒难堪，我看这图就是你找人画的。还说你还冤枉人白吉，我说白吉啊，哪儿搞的你？就在烧成主这箱子里啊！当时事发突然，我收走城隍图之后，随手从箱底翻出了这些图卷，放了上去，也没看是什么东西，就把箱子合上了。我藏的，压箱底藏的。这不是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兴许是白吉他搞错了呢。铁证如山啊，陈芊芊，你现在还想栽赃白吉？你都与我成婚了，你还留着裴恒这图？你这种女人，朝三暮四的，要放我们玄虎城，早被休弃千百遍了。那要不然，你休弃我吧，既然这么在意，我们和离吧。你竟然为了裴恒要与我和离？不是你说你要休弃我的吗？是我本该与你和离，但我念在你是初犯，不对，我念在你是可能很久以前年幼无知，心生好奇，收来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，不然也不会压箱底放了许久，连自己都忘了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我不追究此事。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想了这套说辞，我自己都没想到啊！难道真与你和离啊？我这样算大度了吧？确实大度。不过这事还没完呢，这裴恒以后怎么看我？你还敢在我面前提裴恒？陈芊芊，我警告你，若你再敢在我面前提和离二字，我……你消消气儿。你呀，跟我有啥关系？给我出去！看图还被举报了。哇哦！